歡迎嚟到選舉快訊。今日我哋會睇下醫療衛生界、工程界、建築、測量、都市規劃及園境界、勞工界、鄉議局嘅候選人名單。先睇下醫療衛生界，有 DE1 林哲玄、DE2 梁禮賢。工程界有 F1 霍偉東、F2 卜國明。建築、測量、都市規劃及園境界有 G1 劉文君、G2 林家輝。勞工界有 H1 蘇柏燦、H2 周小松、H3 譚金蓮、H4 李廣宇、H5 林偉江。最後鄉議局有 HYK1 劉啟康、HYK2 劉業強。選舉快訊報道完。